航转爱州。日客家嘅文土，後山嘅日頭日，便當了年溫流。30年前，32年6幾腳，鳳林火車頭順嘅瓮面前，現定幾一邊，日客一直供養30年。從一家年嘅牆邊，接來共州以為無限大細濃嘅水果邊，日客來食了，花蓮嘅牛嫩天當來，一落地就係娘邊。白娘娘好水娘娘，就像新娘嘅阿妹，客家人牛娘嘅文土。花莲好山好水，天然环境具有先天优势，让花莲的水纯净无杂质，也成就了在地的特色美味。五彩缤纷的颜色搭配水果冰淇淋的巧思，各式各样的冰品，让肠胃的饕客们回味无穷。因为孩子喜欢吃冰淇淋，所以找一些比较天然的，还蛮多种的，像柚子，你刚刚就点了柚子，柚子试试看，对。我吃牛奶跟芒果，我觉得很好吃。凤林是一个以客家人口为主的客庄慢城小镇，2014年获得国际慢城认证，是全国第一，也是东部唯一获得认证的城市。位于凤林火车站旁的这家冰淇淋店，已成为花东纵谷必朝圣的观光景点。每逢假日，人潮满满。黑糖刨冰一大碗，上层再铺上满满的配料，这一碗是店里的人气王。鱼头啊，对啊，然后那个味道不错啦，就是虽然说淡淡的，最初我们以为说还要加冰块啊，然后你就这样就好了，这又大碗又便宜。不止刨冰受到欢迎，旁边还有琳琅满目的冰淇淋等着你挑选。想点什么口味呢？先吃了再说。哪一些是招牌？我们最近有竹炭花生、柚子，还有洛神、火龙果都是。竹炭花生要不要试试看？好香浓的口感哦。而且花生的味道会在嘴巴里面一起残存。因为我们99%都是外来客，所以我就想说做一点新的口味，让这些客人能够尝一尝，让他们感觉到我们花莲好山好水好滋味这样。花莲县凤林有着全台湾最好的水质，硬度5，属于软水，再加上没有石灰质，拥有天然条件优势，做出来的冰淇淋特别甜。别人问讲，你若要来这做，那要去花莲啦？对安尼吼，很可惜你们在这里做。我讲，因为我有听讲，水质最好就是凤林，所以我们会来这边做。我那拢是蜜顺土的啊，煮冰的，拢蜜顺土的。因为凤林的水是软水，它是碱性水，喝起来其实它的水是甜的，相当好的，做冰淇淋非常好。陈阿玉，大家都叫她潘妈妈，是冰淇淋店的创始人。30年前，她在光复糖厂做鲜奶冰棒，因为爱做冰，52岁的她勇敢离职出来创业，跟着先生在凤林找了冰厂的落脚地，一家大小在这里重新开始。我做的吼，安怎都安怎，敢若较传统的冰淇淋啊，传统安尼。哎呀，拢计辛苦，拢暗时拢差不多困3点3、4点钟尔。落尾我才找一间工厂啊，才做工厂安尼。啊，无安尼伫遐介下做无法度做。爸爸，你帮我看一点点菜吧。好，你刚刚的机器做好了。做好了吗？做好了。做好了，好。来，把它要注意安全啊。好。手不要潮湿哈。好。你带那个干，好。好，小心哈！拌的时候手一定要干，要干哈。冷却槽要关吗？冷却槽现在没有操作的话，顺便关。等一下有开机的话，要冷却的再开。好，先关机。知道你们要看？有。还有我的爸爸也是帮我蛮多的。爸爸才好嘞，他都
那个店都是他在那个的，都是爸爸在注意的。因为像我们这种设备都已经做到代工了，所以那些店都非常小心这样子。爸爸他很不放心这一块，所以他到80几岁了，他还在帮我注意这些。我很喜欢帮忙他，可是他们都办理好了啦，话没做。可是我们看他的事情太多，动出来了，有时候会偷偷帮他们做。啊，他们回来了，啊，爸，我来做，我已经做好了。冰厂以前主要是帮忙代工做冰棒，现在还要应付花莲、玉里、凤林3间店的冰量。陈阿玉和潘文平即使高龄80多岁了，依然不退休，顾前顾后，把制冰厂当作小孩在照顾。我在他身边已经跟了5、6年，才开始自己慢慢开始做这样子。前面做了徒弟做好几年。我很信任他，95年开始都叫他做啊，95年，我都讲好你做啊。从台北回家接下爸妈的棒子，潘珍芳除了平常忙着做代工的冰淇淋，也想着冰淇淋是不是能够再增加新元素。洛神啦，还像那个，那个什么，竹炭花生啦，都有啦。柚子冰淇淋。它都新型的啦，跟我以前做的不一样啊。我是说，哦，好啦，你自己怎么做就怎么做。嘿，妈妈，你要吃看看吗？刚刚好，你们要不要吃？哦，好嚼，好嚼，好嚼哦。哎，这你发明的，好嚼。今天赞美我就真的很开心，真的好吃，真的啊。谈到制冰，母女俩各有各的专攻领域，一个坚守传统味道，另一个重研发新口味，都是希望亲手做的冰淇淋可以受到客人的喜爱。我是45岁回来花莲，我是在台北上班退休了。就是也没退休，就是怀孕嘛。我想说坐办公室坐得很烦，就想说回来这边有妈妈刚好不想做店面，然后我就回来接这样。很累，我都觉得我还要送冰，还要做冰，还要在台九线这样送。我觉得我都在台九线上班，因为要送玉里，还要在这边工作这样子，觉得很累。从接下冰店后，潘珍芳10多年都没有休假的一天。妈妈的期望还有小冰店的发展，让她疲于奔命。我妈妈的能力太强了，那我以前没有做过苦工嘛，然后后面都是想说跟上妈妈的脚步就好了。我妈妈其实是很好强的女人，那我们没有跟上她的话，她会觉得说我们怎么这么笨。因为我以前没有做过这种事情，然后从台北回来，其实都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些苦工都是我以前没做过的，对我来说是很吃。好胜心让潘珍芳咬着牙，就是想要做出比妈妈更好的成绩。她重新装潢小冰店，再增加冰品的口味，果然成功吸引观光客的目光。面前讲说，他过去的生意是多棒多棒，然后我接的时候是多么不景气，然后多么的倒霉。可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觉得我自己把这一家店，我觉得观光客有来了，我甚至觉得自己的店面比之前妈妈在经营的时候还要多好几倍。只是妈妈的个性，她一直觉得我还是跟不上她这样子。这是让我觉得压力最大的我一直想尽办法让妈妈知道说，我努力工作，其实我嘴巴没有说我有赢你，但是就是心里面会，我自己就是没有说出来的，我就是一直做一直做，就是希望妈妈能够肯定我，能肯定我7成我就很高兴。
好，谢谢你。小小的冰淇淋店就在潘真芳不断的创新、努力打拼下，从一个只有在地人才知道的小店，到现在是凤林的观光名店。辛苦打拼的背后，有一只默默协助的手，支持着他撑下去。老公知道，他最知道，其实他压力最大，比我更大，因为我没有，就是找他拿。而且冬天的时候没生意，也是要付员工薪水啊，这样啊，不够就跟老公拿这样。林公宏是潘真芳的先生，原本是台北金融业的主管。潘真芳返乡做兵后，夫妻俩相隔两地有7年之久。看着老婆一个人承担家业的压力，他决定辞去工作，回凤林和老婆一起打拼。我每个礼拜大概是一定要回来一趟。他一个人其实也会也做得非常的吃力，加上要带一个小孩，所以他需要今天我的回来帮忙他，让我的小孩子有爸爸，我的老婆她有一个先生可以在旁边陪着他。那这生力冰店呢，也有一个人可以帮忙。今天来这里是长花生农。那花莲、凤林最有名的东西就是花生。那刚好这个花生农是我们凤林最大的一个主要的种植者，所以我想要看看他的农地，顺便跟他谈谈合作的关系。这就是你们的花生了？对，这是我们的花生，这是台南9号。台南9号是吧？你们基本上你们到时候出来就是一个无毒的花生嘛，对不对？对。对哈，哎，这已经成熟了耶，怎么这么小颗啊？9号的特色就是小颗，它小颗，可是它含油量比较高。哦，含油量，所以炒起来会很香。凤林镇位于花东纵谷中段，气候和土质非常适合种植花生，也是台湾东部唯一产花生的地区。曾红军拥有全凤林产量最大的花生田，这让林公宏决定寻求合作。那你们现在有在卖什么样的成品？今天我可以让他来做我的冰淇淋的成品。有，我们那边在那个黑小轩上那边，在结尾那边，那家就是你的哦。对，好的，那边都是我妹在负责，你可以去跟他联络。这样子啊？哦，好啊，好啊，我觉得今天是有机会去那边看看的。禮拜天條學識嗎？再試看看啊！你係跳下長八改，所以嘅你忙碌搶。凤林有3宝，花生就是其中一宝。炒好的花生香气扑鼻，跟冰淇淋搭配很对味。这个是没有盐酥的，是不是？对，这是没有盐，是原味的。那原味的话，我先5斤好不好？好啊。OK。因为你们东西好好吃啊，我觉得今天自己好香哦。就是新鲜的花生呐，就会很香。因为我们花生其实都是自己种的，像现在也都是在采花生，所以这后面的工作才会是我们女孩子在做，不然正常都是爸爸跟哥哥在做。凤林花生全台知名，花生农自有一套产销模式，可以客制化各种的花生产品。因为凤林的9号花生，它的油脂非常够。我为什么会选择它？就是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鲜奶的基底非常的大，吃起来会非常口感非常好。再加一些糖，因为甜度不够的话，会吃不出那个花生跟鲜奶的味道。我不想让它打得太久，就是会怕它吃不出那花生的颗粒。我们用在地食材，其实是帮这些小农找出路啦。那也是希望说，我们做这些冰淇淋会有凤林在地的味道，这样子。
花生的香搭配鲜奶冰淇淋的浓醇，在搅拌制冰的过程中蹦出了新火花。这一款花生冰淇淋成了招牌必点的口味。因为我是用原始的材料，我不会加一般的色素跟香料进去，因为它的味道真的很够，真的很香，而且又有鲜奶的味道，所以我们的花生真的是真材实料。一杯冰淇淋装载着一家人对制冰的坚持与创新，让吃冰不只是吃冰，透过味蕾尝到的是凤林客庄的特色滋味，还有在地人团结的人情味。行進藝造。日客家嘅溫度，後山嘅日頭日，便當了年溫柔。30年前，32年6幾腳，鳳林火車頭順嘅瓮面前，現定幾邊，日客一直供養30年。從一家年嘅牆邊，接來共走以為無限大細濃嘅水果餅，日客來食了，花蓮嘅牛嫩甜當來，一落地就係娘餅，白娘娘好水娘娘，就像新娘嘅阿妹，客家人牛娘嘅溫度。中秋节过后，柚子渐渐没有了买气，这一大片的柚子园找不到买家，但是柚农叶佐卫还是每天为柚子园除草。就是父母年纪慢慢的变大了，然后他们其实都做不太来了。那像这么漂亮的柚子，没有喷农药，那只是品相很丑，所以其实就变得说不好卖。哦，那要这样的生活，其实是单靠这样子是很不容易的。那时间其实成熟了以后，出来的品质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在纵红的柚子，果肉细致，甜度高，再加上今年直袭台湾的台风少，让柚子产量大增。只不过丰收不代表能够卖出好价钱。我最担心的其实就是很可惜，对，那明明一个很好的作物，那没有办法卖到钱，那它其实它就是像我们看到满地其实都是落果，那其实它就是变成又回归又一样变成肥料，那就是在做农的人里面的担心就是一个惜物说可惜的部分啊，那么好的文旦没有毒的文旦，那都卖不出去，满地的落果，那要怎么办？叶佐卫的担心也是凤林在地小农的心声，因为种得再好，种得再多，没有好的行销通路就赚不到钱，无法支撑经济开销，那该怎么办呢？ Hello， 小叶。哎，你那个。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上次叫你帮我做的柚子嘞。有啊，刚刚采下来。对，哇，刚刚先采一些下来。哇，这个很重呢。对啊。这个水很多呢。对啊。那这个东西你要帮我剥一剥了。有啊有啊，现在正在帮你动哦。我要做我的冰淇淋哦，我就手法一件事情，你的东西又好，我的东西说实话就把它做的很有特色。好，好不好？没有问题。哎呀，问题是我这个柚子皮，我是不是可以弄一点？ 可以啊，这没有完全没有帮我切一些丝啊什么东西的，好，没有问题啊。这个柚子皮没有农药的啊。那你今天卖的好不好？很不好啊，因为没有喷药啊，所以很丑啊。对啊，自然农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是最近做了一支笔吗？你现在有没有新的东西、新的笔？我以前就好喜欢你的。有啊，现在有很多笔啊。 反正做农之外，闲着啊，卖不出去，只好靠一些东西。啊，你现在都哪里卖？现在都是市集啊，
对啊，看你那边有没有机会啊？有啊，过来，我们找机会，我们一起来到那边摆。来，我们进来里面看看我的新作品。叶佐卫原本在台北从事水族馆的造景工作，因为想念花莲的清新空气、干净的水和慢活的步调，他同样决定回到凤林。刚返乡时，叶佐卫一边做水产养殖，一边帮妈妈顾柚子园。他参加了凤林瓜牛游市集活动后，对手作笔产生了兴趣。来，请进。哎，谢谢。哇，就是这间快木房子。对啊，这个连窗棂什么都是快木做的。对啊，也用这样子有的拆下来的旧料来做成笔。像这支现在就是最新的，这是拆房的旧料，以前的那个窗框来做成的。这是台湾的扁柏。对，那么多年的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还会有那个快木的。我们其实只是给它一个最基本的保护，让脏的东西不会沾染上去，味道其实没有那么强烈的散发出来。可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其实味道可以更持久。他们自己本身的生计问题，他们今天东西卖不出去，可是他很用心，还好他们手很巧。像今天小叶来说，他可以做出很漂亮一支笔。然后呢，他自己很用心的去找当地的这些木头，就是一个爱乡的人，所以他们可能会用今天，例如说房子拆下来的窗棂啊，或者是说门板啊，然后用这个东西做一个真正属于这个地方的这个笔出来。林公宏也发挥客家互助互利的精神，把自己的成功经验转而串联在地产业。今天的冰淇淋店外有一个小活动，他是欧纯友，外号叫做小胖子。12年前的一场车祸，脊椎损伤，从此下半身丧失知觉。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曾经整整3年不出门。直到在好友林公宏不断的鼓励下，欧纯友决定用自己的双手打拼未来。他没有把我当成一个作弄人看待，他把我当正常人看待，然后他也希望我可以过得更好，然后让自己生活更稳定，然后就说，那就把这边的位置让给我摆。这3年4年里面，我们认识的过程，他不断的一直鼓励我，慢慢我们变成比较好的朋友，再加上说他也愿意把场地借给我们，然后就假日啊活动都会在这边摆的这样子。简单的摊子放上亲手卤的鸡翅、小鸡腿等烟熏卤味。欧纯友和这群志同道合的小农伙伴，每到假日就在冰淇淋店旁摆摊，每一摊各有不同的凤林特色，从漆器、笔、客家蓝染到花生糖，还有包装名、卤味，再到凤林洛神，团结力量大，也吸引观光客驻足购买。其实，在凤林偏乡，我们算是一个还有观光客人流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为什么不让这些人流留在凤林的一个冰店里面吃冰之后，他其实可以再把更多的消费留在凤林，让这些我觉得很优质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能够今天一起把他们东西销售给这些观光客。所以在暑假或者是假期的时候，我都会请这几个朋友看他们的需求，如果愿意，他们就摆在这边。因为造访小冰店的大多是外带客，人潮流动快，让小店外摇身一变成了小市集，展现凤林的在地特色。对我来说，它不过就是一个沿廊；对我来说，它不过就是一个110伏特的店，就这样。可是一件事情，它可以造就了好几个家庭。那我觉得，如果我有这个机会，我为什么不分享？我有很多的一站购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让大家觉得，好，我来这边，我除了冰，我还有这些好的东西可以去享有。那或许有一天，我也可能说实话会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一种互相
互相的一种共荣，而不是今天谁帮谁的问题，而在于想办法造就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可以繁荣起来的地方。凤林原住民语叫做马里乌，客家语是凤林，居住人口约有1万多人，是日治时期东部主要客家移民村之一，客家人口就占了60%。早期的凤林以糖及烟草为主要的经济产物，但随着2大产业没落，人口逐渐外移，唯有残存的烟楼能够见证当年小镇的风华。阿董啊，我们这次去花莲啊，我现在需要一些凤林在地的东西啊，你那边有没有帮我弄一下 ？OK， 你放心，没有问题的。那个米啊，我都已经碾好，已经都装好了哈。然后那个豆腐乳那些酿制品也都 OK 了，对，随时都可以上阵，没有问题的，放心。这么漂亮的地方保存得这么好，真的应该给人家看到，对不对？这是一个很有客家元素的一个烟斗聚落。好，我跟你讲，我现在跟很多的我们在地的人，我们一起合作。有谁呀？有大概小叶啦、小胖啦、Alex 啦、今天蓝染啦这些人，做成一个深度的一个，人家可以看得到真正的客家，真正的凤林。徐明堂回乡务农12年，他承租下凤林唯一保存最完整的料块烟楼，改造成为客家旅游导览据点。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客家元素，就是你的秘密武器了，就对了。这个就是米曲，正在养曲。那我们很乐意把这个养曲的过程你有没有闻到那个味道？就是这个味道这个就是今天说实话凤林的味道。从竞争激烈的台北回到慢活小镇凤林，林公宏这群返乡的凤林青年发现，小镇人口外移严重，不舍家乡如此冷清，他们要用在地小人物的热情，找回往日凤林的繁荣景象。我们把这些所有小人物的故事全部串接在一起，它就会是凤林的一个大风景。我们把这个大风景让所有的游客可以看得到，其实凤林真正的底蕴，凤林真正的漂亮的地方，这就是我想做的。要把人拉进凤林，林公宏与伙伴们主动出击。我们其实是一群凤林的伙伴，那我们其实在做事情的时候，有时候发觉我们有产品，可是我们找不到地方可以卖，所以我们就会把大家集合起来，大家所有的朋友，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农作物去找一些地方可以展售给大家看。那今天刚好是连假，那连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办法看到这边有市集，我们就争取摊位，我们把一起集合起来，把我们所有的产品拿到这边来，让这些其他的人在花莲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说，凤林其实有这么多的东西可以卖，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今天你这样做多少钱？不知道，没有算，但没有很好，人很多而已，没有很好。都不买哈，看的比较多，我昨天就比较不买，看的比较多了，买的比较少。跟昨天比起来，昨天比较好。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自己，问题都是自己。可不可以这么说？可以，问题当然是在自己，我们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要怎么进步？你觉得？自己定位吧，自己的产品。好，我先说我的想法。其实如果假设好了，我这边就是一锅的卤味，啪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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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水在滚，然后一件事情或许就是一个卤猪脚或者是卤豆干，对不对？直接给你那热腾腾的，我就是一个碗或者是一包这样子，会不会跟那个一样，就是很即时性的，就是看得到今天它的东西是什么？可以试看看吧，要不然这个会觉得有点冷冰冰的。你好，要不要吃米其林？凤梨3粒的哦。他今天有人问，还没成交，就是市集其实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看的比买的人多，会有这样的问题。要不要吃米其林？好久不见。谢谢你们。3D 必品在凤林地区，它其实是算
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透过它的一个知名度，可以带领着在地的一个不同的业者，然后去帮忙他们去做行销跟推广。那所以它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地理位置，以及它的一个曝光平台的这个部分。那公宏大哥他其实也很希望说，他本身在这个地方已经能够打造出一个三立冰品的这样子的一个产业特色出来，跟一个品牌出来了。那他也是希望能够帮忙在地。我刚刚其实有个想法，我今天才跟大家在讲，跟小胖在讲，我说一件事情，我们要做一个东西叫做凤林商圈、曼城商圈。他用一个聚落的形态吧，聚落的形态。我在我今天的把不同店家去做一个结合，我们大概在10家左右。是，我们今天摆的不是今天像这样子摆给你看，说这是我的冰，不是。我希望实做。是。今天小胖卤味，他前面就是有一锅的卤味，他在那边卖笔，他实际的就在那边操作笔。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成绩。透过小冰店串联起的在地产业，他们相互拉抬，共享舞台，来创造新商机。它其实本来就可以去营造出一个客家聚落这样子的一个形态出来。这些特色点它都包含着不一样的一个客家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然后透过这些活动，可以让更多人能够来了解、来去体验、去认识花莲，去认识凤林。这边的花生农生出了果实，那边的柚农改变了姿态。他们与冰淇淋相见，串起凤林返乡青年的心，也创造了游客来到后山旅程中的甜美回忆。